阮囝的头一只狗，真正家己饲狗，是对1997年4月初开始。当初想要互阮囝有一个伴，拄好朱纳合唱团的朋友秀芬，因兜收留的流浪狗黑妞，生了8只狗仔囝，我就去甲伊分一只，一到因兜的仓库，看到5、6只未断奶的狗仔囝，伫狗母的分尸边耍，其中一只规身丝乌色的毛草，上特别是伊的骹蹄尾溜是白色，连面碗片仔的中央嘛有一条白色的毛草。我真喜意，就讲我要爱即只。秀芬提醒我讲，一般人无爱饲白骹蹄的狗。我讲，安尼我搁较爱饲伊。我毋敢掠狗，秀芬就甲伊放入去布袋，互我赶转来，伊就来做阮兜的狗仔。煞落就爱甲伊互名。拄好厝内有囡仔版的狗仔图鉴，阮找到瑞士的伯恩山犬，甲伊的毛草有接近，就叫伊伯恩。几啊年了后，看到我无戆，我有话要讲的电影内底，迄只牧羊犬的毛草，甲伯恩真共款。后来才知影，迄款狗是叫边际牧羊犬。阮伯恩透出来的毛草，拄好像迄款，定定嘛会互人误会伊是名犬。伯恩拢食阮厝内剩的饭菜，讲是食剩的，其实有时是专工留互伊食的。前大官仔有种船仔，伊嘛是船长，厝内不三时拢有鱼仔。伯恩是食鱼仔搅饭，有时阁会食到沙西米、乌鱼子、乌鱼标、乌鱼腱。伊的毛草真金，毋知甲食海产有关系无？因为是饲第一只狗，较无经验，无带伊去做节育的动作，伊就会去摸染指，有时会去摸人的大腿，互大人也是囡仔真惊哦。阮嘛对因感觉真歹势。早起若牵伊出去，放互伊四界走，有时会走甲无看影。我赶要上班，爱阁烦恼伊走无去。后来才知影，伊是去扫狗母。其实伊困扰阮的代志无济，只有一件生活中的大代志——放屎。有一阵仔，伊趯伫阮前翁遐饲，可能是伊互食伤济骨头，致使伯恩的直肠歪去，无法度家己放屎，需要人斗相共。拄头仔，我毋知影美角，母甲伊真疼，要共咬。我割厚的长手龙甲伊拼，连阮囝嘛无伊的法度，因为我真惊。有时几啊工才舞一摆，迄段一冬外的日子是上毋甘伊的时阵。后来救星出现，阮室友米索看阮舞遐忝，伊就讲伊来试看觅。伊先对伯恩讲：“我是要来甲你斗相共，请你放轻松，
我会稳稳仔来，伊就用骹腿夹伯恩的裙丝，手轻轻仔扫伊的骹喙。上神奇的是，伯恩竟然乖乖仔互伊用，排便真顺利，真配合伊的好手势。过来，阮就学伊的动作，伯恩拢真配合，感谢咪索。退休前，我捌调去南澳农会上班，伊会缀我去罗东火车头。有一摆，缀到月台，我叫伊转去，伊真听话，就转去厝内等我。2006年6月，阮去新竹狗寮住一站仔。迄年的寒天，有一天透早，我看到伯恩摇来摇去，行转来。我当作伊是予风吹的关系。后来，伊就开始吐。阮感觉伊可能是中毒啊。咪索赶紧去拜托山骹竹南的朋友，拄好因有甲学生的翁是兽医，礼拜休困嘛肯斗相共。开车落山的时，伯恩就伫车底吐血出来，搁来换落屎。我心内想，伊若死伫我的分尸边，嘛是一种安慰。一觉真爽，医生随甲伊注3支射，吩咐阮转去爱准备乌糖水，互伊啉。伯恩竟然好起来啊！伯恩是一只真温顺的狗。我缀咪索去幼儿园做水脚的时，伊拢出在互遐个囡仔摸。有一位查某囡仔自称是傻瓜婷，就叫伯恩牛奶糖。这10冬来，伊捌碰见几啊摆，拢真好运有找转来。2007年9月18早起，因为风台停班停课，阮赶去幼儿园处理浸规暝的米，想要载伊去。车库内看无狗，想讲先去处理公事才搁讲。想袂到对幼儿园转来，嘛无看到伊。我走去罗东找真有名的算命先，问伯恩的下落。伊先用纸牌仔互阮抽，我抽到的纸牌仔顶面是画一口水井。算命先就讲伯恩伊无走远，伫阮兜附近。毋过我去阮兜附近，大声喊伯恩，伯恩，拢无看到心爱的伯恩。就安尼，伊无搁转来，互阮真艰苦。我想，伊可能是搁去小狗某，互人掠去啊。伊放紧的头3个月，因为真想伊，拄好我伫罗东社区大学上画图班，我就借着彩笔将我的思念甲画出来。咪索为这幅图，予一个真浪漫的名。伫每一个空间想你，这件代志嘛，互我深深体会到一句话：爱毋通拖。互恁药，后来我搁拄着几只狗，